进来吧，放桌子上。怎么了，哥？你去看看雨初吧。他怎么了？他今天状态不太好。说清楚点。反正你去见他你就知道了。你把他怎么了？我今天带他去见周雪了。你带他去见周觉？为什么？他不让我去见周先生。为了让他了解周先生，我就把他给带过去了。我不是告诉过你不要去找周觉的吗？你倒好，不光自己去了，还把雨初给拉进去了。你怎么想的？你告诉我行吗？我以为带雨初去见周先生，就会消除他的偏见。结果呢？结果不太好。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人在哪儿？铁路公司吧。照顾好他。是崇立明让你伤心了吗？不是。那是谁？其实有些话你可以和我聊聊，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在想我娘。你娘？她在京城吗？没有，她在我5岁的时候就过世了。那你爹呢？我爹？我爹还在我带孝的时候，就娶了他一直心仪的蒙古小姐。那个家我自然就待不下去了。幸好后来舅舅收留了我。哲玉王爷。对。他对你好吗？很好。他教我读书识字，给我皇室贵族的待遇。如果没有他，我真的不知道会活成什么样子。那你已经很幸运了，起码你见过爹娘。我却连他们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
我是一个弃婴，从小就被一个乞丐头子收养。你知道我那时候过的是什么生活吗？他逼我乞讨，如果我不听他的话，就会打我、虐待我，甚至饭都不给我吃。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我7岁。当我在街头乞讨的时候，遇到了一个英国人，他从乞丐头子的手里救下了我。从此以后，我有了爸爸。像你的舅舅那样，爸爸对我很好，给了我全新的、有尊严的生活。你说，我是不是应该报答他？一叔，一叔，一叔，你想什么呢？啊，不知道，我总忘不了那姑娘看我的那种眼神。你说阿依的姐姐啊？我有种预感，那姑娘很危险，眼神儿像是要找我寻仇，想杀我的那种。李叔，你是不是太紧张了？玛丽，你到底想和我说什么？我想让你帮我解决一个人。谁？周决。你手下有那么多人，为什么要来找我？因为据可靠情报，他身边有个很厉害的人，我怕我的人对付不了。认得我了。那你总该记得袁宁是谁吧？袁宁。
你到底要干什么？元宁不记得，那若婉呢？若婉，你记不记得？若婉？谁是若婉？你什么都不记得了？我10年前受过一次重伤，虽然把命捡回来了，但是什么都忘了，连我的名字都记不起来了。你认识我？忘了？那你就这么不明不白的去死吧！你一定认识我。告诉我，元宁和若婉是谁？你是谁？我们之间有恩怨吗？啊！你别过来10年了，你是第一个认识我的人。如果我以前做了对不起你的事情，我可以受到惩罚，但是你一定要告诉我，我是谁？我以前都做了什么？啊！你为什么这么恨我？我让你别过来！你告诉我，我是谁啊？我是谁？我到底是谁？雨初，我刚刚去铁路公司找你，你怎么不在？你去哪儿了？雨初，你知道我刚才看到谁了吗？我刚才看到杨明了。他还活着。可是他什么都不记得，什么都不记得，怎么可以？他怎么可以忘记？怎么可以？你告诉我，告诉我，他怎么可以忘记？他怎么可以忘记？不可以，不可以忘记，不可以忘记。不可以，他不可以忘记，不可以。这雨初怎么哭得这么伤心啊？从来没见他这样过。人家是靠在自己心爱男人的怀里哭，再伤心那是值得。你说的也对啊。不过咱爷能对雨初这么好，我也认了。你不认你还能怎么办？你能跟哥比啊？滚！哎，
说周觉身边的那位高手遗书就是杨明。10年前，杨明带着燕世蕃进了马贼村，8人成行，7人回。瑞珍那个时候告诉我，杨明已经死了，怎么现在又变成了周觉的保镖了？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完全都不记得了。要不要我去问问周觉？不要，你不想知道你父亲经历了什么吗？他不是我的父亲。玉初，我知道你恨杨明，但他毕竟还是你的亲生父亲。李叔，你刚才去哪儿了？怎么了，李叔？从来没见你这样过。周先生，你说，在我失忆之前，我是个什么人啊？是不是一个恶人啊？怎么了，李叔？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我刚才发现有人入院，以为是刺客，但是没想到，就是这个叫雨初的姑娘。她说她认识我，说我伤害过她，但是我不记得我都做过什么了。这么多年，你一直都在同盟会，我认为你应该没见过他。李叔，一个人的记忆或许会因为受到创伤而失去，但一个人的本性是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改变的。这么多年的相处，我知道你是个好人。玛丽让你去刺杀周觉？对，玛丽说，周觉是这次签约最大的阻碍之一。看来我把这个玛丽想得太善良了，我竟然还安排她跟周觉见面。不过你为什么要听她的呀？因为玛丽手上有哲玉的手谕，哲玉嘱咐我，一定要尽全力协助玛丽完成这次铁路签约。这个玛丽太过分了。How did your talk with Mr. Leo go? I've already asked Magistrate Cao to go and handle the matter, and according to him, Mr. Liu received the money and agreed to help. With his assistance, we can consider the problem solved. At present, I suspect the Commission is simply using Mr. Liu as another stumbling block for us. The real power behind the Authorization Commission is likely to be the New Banner Alliance representative. So any problems he poses are resolved? Zhou Liming, 你怎么来？什么事？你说呢？坐吧。为什么刺杀周觉？雨初都告诉你了，那个周觉死了吗？当然没有。看来你们燕世蕃没有一个愿意为朝廷做事的。你不要以为你手里有一份折谕的密令，就可以代表大清朝廷发号施令。谁愿意代表你们大清？
我只是希望你们做好自己应该做的工作。我们的工作不是杀人。那你们燕世藩还能干什么？崇礼明，你怎么不想想，为什么朝廷派你们燕世藩来保护我谈判，仅仅是因为一些暴民造成的威胁？我听哲玉说过，你们燕世藩历代行走在黑暗中，为皇家完成一些见不得光的任务，行刺暗杀，本来就是你们的惯用手段。你胡说！我崇礼明的燕世藩绝对不会做这种事情。我们做事光明磊落，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良心？你崇礼明什么时候有良心了？你什么意思？你当年不辞而别的时候，良心在哪？你骗了一个17岁少女，又抛弃她，你的良心呢？对不起。现在说对不起。当年呢？我当年是随代表团去旅游，我那个时候已经跟你说过，我们不可能。那你可以带我走啊。我们不可能的。不可能？不可能！你为什么要接近我、接受我？咱们现在讨论的问题不是这个，我们现在不是在说铁路的问题吗？你滚！我叫你滚！事情都已经过了这么久了，你不要把往日的事情跟现在的问题混为一。我叫你滚！走！刘举人他收了英国铁路公司人的钱。什么？英国人买通他，让他支持签约，来瓦解我们的维权会。姐，英国人给钱那是他们傻，你放心，老刘收了钱啊，也不会替他们办事的。哎，可是他是总理事啊，万一呢？刘举人代表乡绅的利益，周觉呢代表同盟会，而我们青龙会则是本地的帮派。除了我们这3方势力，还有集资古今的农民和在修铁路的工人。这维权会上上下下，少说有5方势力，他马立只买通一个刘举人，姐，你觉得真的管用吗？那万一他各个攻克呢？这样啊，姐，我问你，你觉得咱们这5方势力中，谁最想破坏签约？民众？不对，他们啊，可从来不关心签不签约的，他们只关心古今。只要这古今到手，他们其实是更希望签约的。为什么？因为可以继续修铁路，继续挣洋人的钱了。那是周觉。姐，当时修铁路的时候，怎么周觉出钱了？所以啊，这签不签约根本就和他没关系。他们来这儿啊，那是单纯为了团结笼络革命的力量的。谁呢？难道是刘举人他们？对了，姐，就是刘举人。他们这帮乡绅，一个个老奸巨猾的。当时出钱修铁路的时候，他们出的最多。为什么？钱多烧的？不是，那是因为他们看到了铁路修成之后带来的丰厚利润。现如今啊，这朝廷要把铁路权卖给英国人，那等于是断了这帮老家伙的一条大财路。钱虽然是收了，但你真的觉得刘举人会答应玛丽？啊？又去找玛丽了？啊，把他臭骂了一顿。那他怎么说？老样子呗，油盐不进。我觉得呀，咱也还是别让他帮忙了，该怎么办怎么办吧。反正我再也不想见到他了。崇黎明，你得帮我一个忙。怎么了？
你说。阿姨最近是不是都在躲着我？没有，是我让她老实待在屋子里，好好反省反省，哪儿都别去。我看得出来，她已经被周觉的想法给影响了。放心吧，我会劝她的。只是你爹，啊不，黎叔，阿义应该还不知道他的身份吧？他应该只在阳明土马贼村那夜见过一次，这么多年，应该已经不记得了。要不然他们也不可能相安无事相处那么久。阿义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孤儿，现在自己的父亲近在眼前，他却不知道。你心疼他了，对吧？我是他大哥，当然心疼他了。如果你真的心疼他，你就应该守口如瓶，绝对不能让他们相认。可是杨明这种人不配做任何人的父亲。我知道你是为阿义好，可只是包不住火的。他总有一天会知道。你不许告诉他。哥，轻一点，跪下！什么情况啊？这个狗东西居然背地里给洋人干事儿！哥，你猜我看见什么了？刚才我路过他房间，他在那乐乐呵呵的数钱，口口声声说没钱接济百姓，结果呢？什么情况？我真是该死，我该死！这都是玛丽让我把钱交给刘举人，她想收买他，想让铁路维权联合会的人不要再闹了。我只是从中抽了点油水。哼，挺自觉的。果然谈判只是个幌子。看来玛丽让我去打听这个维权会的代表，是想通过他们借此控制维权会。就是啊。哎呀，卑职替玛丽传话，实在是一时糊涂。行了，我问你，这个维权会平时在哪儿集会？顶峰梁子甲16号。顶峰梁子甲16号。跪下。对。您走好啊。加鞭的。撞了人你也不说对不起。对不住爷。我问你，顶峰梁子甲16号在哪？哦，往那儿走1里地，再向东拐半里就到了。铁路维权会是不是在那附近？就在那附近。下次走路小心点。哎，爷您慢走啊。
问你们个事儿，铁路维权联合会是在这儿吗？你就是崇立苗？怎么着？那请进吧。什么意思？哼，什么意思？想进门，得弯着腰进来。爷今天就要直着腰板进。那你来呀！干嘛呢？学关公呢？谢贝勒爷谬赞，您到底还是找到这儿来了。是你？你是维权会的人？我是维权会的人呀，但更是青龙会的人。原来维权会藏在一个贼窝里。我们当家的听说贝勒爷您大驾光临，特地嘱咐一定要安排好手下，好好招呼招呼你。不知道这几番热情的招呼，您还觉得爽吗？就那几个兄弟，打得一点都不爽，还把我衣服都弄脏了。哦，既然贝勒爷觉得他们只是道开胃菜，那就让小的给您上道硬菜吧。哎，算了吧，我打累了。估计你这样的，打不了几招也完蛋。好，看招！呀！爷刚刚不是说了吗？我打累了，硬菜就算了，还非要往上上。别，爷，有话好好说。刀还不放下？哎，好嘞。过来啊！告诉我，你们那当家的在哪儿呢？就在里屋，我带您去。哎，小柯，贝勒爷，咱好久不见啊！给你一条生路也算我做一件善事，怎么不好好珍惜？是啊，我这些年日日夜夜都不敢忘怀贝勒爷对我的大恩大德。今天终于能好好报答你了。你知道你这叫什么吗？叫什么？叫好了伤疤忘了疼。
进步。仇立明，要不是我当年腿上有伤，你早该死了。就这点本事？找死！只动拳脚，不动脑子，也没什么长进。放箭！住手！住手！放箭啊！谁敢放？都给我放下剑！姐，你干嘛？小柯，不要再错下去了。你这是干嘛？这一跪，一是为了谢爷的救命之恩，二是为了刚刚小柯的冒昧赔罪。小柯意气用事，但我敢保证，他刚刚绝对没有要伤害爷性命的意思。你觉得他有那个能耐吗？你不必跪我，起来说话，我明白。你说当时我放你们两个走，就是想让你们过上一个安稳的生活，怎么反倒你们会进入青龙会，我就搞不明白了。当初我跟小柯逃回老家，是真的想过安稳的日子，可是没想到，小柯跟青龙会的人混在了一起。后来青龙会的老大看上了我，霸占我做他的婆娘。小柯为了保护我，把他杀了。最后阴差阳错，他当上了青龙会的老大。这个小柯真的不安生。那青龙会怎么会跟维权会扯上关系？青春与腐蚀中开张，绯红的颜色，时间不曾对谁擦印，也只能经过背对命运，面对我，我懂你身不由己。拥抱停格在转身间，总有心的遥感，话语静止在唇齿间，把故事说完，背对世界，面对你，你懂我的言不由衷，如梦浮生，谈是非因果，轮回里苦容逃不过，你承认卷起千层风波，我愿意陪你捕风逐火，做你
乱世撕裂又缝合。我拱手，余生的云交锋，换你前路漫漫不再曲折，有人陪伴着。临行前只剩一首。